袂紧啊，现在紧啊。太凶太凶。上关节的好不？哦啊，一般啦，系哦。直接讲，来啦，好，讲了哦，你想讲哦？你问我要说，你叫你叫你马上耶，无就对唔怕。大家讲呢，不要紧啦，无定就等下一班就搁过啊。哎，歹讲嘛，对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条，一班咯。好，一班的题目是啥？请问是安怎咱甲大便讲做是种蚵啊 ？A. 伊的姿势真正亲像种蚵啊。B. 蚵仔叶会当摕来切尻川。C. 迄屎看起来亲像蚵啊。你有40秒的时间，会当想这个赛。我是三去节哈，赶快用掉。第一，有迄有来切啊，无可能啊，不可能诶。我都切啦。对。无就唔是讲种叶种啊，啊，恁有啥物想法？我感觉是屎看起来亲像蚵仔呢。可能水的较水的变怎？诶，较无健康。蚵仔梅，我真以为蚵仔的皮是咖啡色的啦。是真的。起来，有可能哦。迄个形，迄个色。哎，但是也是较早要放开之前乌头。大家一班嘿啊，有可能，较早无变数，可能拢爱先沤了再放。咁是安尼？诶，所以是，安尼哦，所以是 A 哦。啊，是有可能哦。可能诶。我知影对。来，甲狗啊共款，狗着对，对吧？较早的生活简单啊，可能狗仔共款，咱嘿，想要甲我套到。有答案嘛？好，你的答案是应该是 A。姿势亲像迄种蚵啊，因为安尼，爱吃。好，咱来看一个哦，姿势真像你的种蚵啊，对唔对？请你两工。恭喜哦！哎，看来测下还有效呢，恭喜得到1万分哦！这蚵啊，真正是哦，太咱那都啊感动啦。来，老师。我拄则听咧讨论实在是足深刻的哈。咱迄个做餐人咧种蚵仔时，伊是爱苦落来种，是啊，含咱迄个咱去便所咧大便迄个姿势啦、进行啦，所以吼因的惯势吼，以前吼的惯势讲啊，我要去种蚵仔，就是咧讲我要去便所啦，吼，啊，所以咱就甲这个嘛甲这个大便的用到的这个卫生纸嘛，甲叫做蚵仔纸。